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會學習如何使用 Arduino 控制馬達驅動模組同直流馬達嘅轉動與速度。首先喺麵包板上，我哋擺馬達驅動晶片，放喺 C1 至 C8、G1 至 G8，跟住就係駁線 A1 駁去 Arduino 嘅 VIN 腳位，A2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A3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A4 駁去直流馬達嘅紅色線。A5 駁去直流馬達嘅黑色線，J1 駁去 Arduino 嘅 D11 腳位，J2 駁去 Arduino 嘅 D12 腳位，J3 駁去 Arduino 嘅 D13 腳位，J4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J5 駁去 Arduino 嘅 D8 腳位，J6 駁去 Arduino 嘅 D9 腳位，J7 駁去 Arduino 嘅 D10 腳位，跟住喺開關放喺 F25、F26、F27，之後 R26 駁去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。R27 駁去 Arduino 嘅 D7 腳位，最後我哋駁電完麵包板最側邊嘅正極槽，駁去 Arduino 嘅5V 腳位，麵包板最側邊嘅負極槽，駁去 Arduino 嘅 G&D 腳位，麵包板最左邊嘅正極槽，駁去麵包板最右邊嘅正極槽，麵包板最左邊嘅負極槽，駁去麵包板最右邊嘅負極槽，跟住我哋點擊上面嘅 Coder 打開程式碼。呢段 coder 嘅重點係先定義好控制馬達方向同 PWM 轉速嘅引腳。喺主程式入面，系統會等待我哋喺控制台輸入指令，讀取0至255嘅數值嚟設定馬達嘅輸出速度。使用馬達驅動模組控制 DC，馬達就係咁簡單，大家快啲跟住試下啦。